第二日天氣開始轉變，朝早仲係好好天，到中午嘅時候就開始轉凍同埋落雨。中午喺新宿嘅高島屋食午餐，和風漢堡扒加埋餐湯，簡單但係好滿足。海鮮周打魚湯非常好味，有2隻圓粒帶子。亮點居然係呢一個麵包同埋焗薯，好好食，價錢仲係超值。2位嘅套餐都唔使5000yen。高島屋喺新宿站 E8 出口。13至14樓有好多餐廳。11點開門，早啲到基本唔使等位。有西班牙菜、蛋包飯、天婦羅都有。新宿站3大商場，除咗高島屋，仲有 New Woman。之後去咗 Lumen 2同無印良品。雨天反而適合慢慢行。喺 Lumen 2前面，櫻花已經開得好靚。粉紅色，開始有春天嘅感覺。之後去到神田村，呢度嘅櫻花仲係白色，啱啱開，未到滿開，但已經有春天嘅氣息。雨水加灰色嘅天空，令到畫面變得好安靜。由於落雨，一個遊客都冇，可以自己獨自咁樣擁有呢一個咁美麗嘅櫻花景色。有時唔完美嘅天氣，反而令到東京多咗一種寧靜嘅氣氛。沿住神田村一路行，慢慢就會行返去歌舞伎町。喺一間小店食咗醬油同埋白湯拉麵，熱辣辣，喺呢一種天氣特別好味。之後去咗當期掃貨，買少少零食同埋日用品。最後返酒店休息，結束咗呢一個雨天嘅一日。櫻花有快有慢，旅程都唔需要趕，有啲日子唔係最精彩，但係會記得最清楚。東京每一日都唔同。